你好，3月11號星期二，厚德載物財經頻道星期一，中國 A 股同埋港股震動咁調整，短期嚟睇唔排除部分前期嘅漲幅比較多嘅港股標的存在震動回調嘅風險。中長期嚟睇，中國科技資產重新評估嘅邏輯冇發生變化，眾多機構依舊係睇好價格重新評估嘅行情嘅演繹。隨住市場對於美國潛在經濟衰退嘅擔憂持續咁加重，美國股市喺上個星期經歷咗暴跌，讓到越嚟越多嘅投資者將目光投向中國。高盛喺最新嘅報告中指出，今年中國股票市場經歷咗有史以嚟最強嘅開年表現。同時嘅話，美國股市近期出現咗疲軟同埋動盪，俾到越嚟越多嘅海外投資機構開始考慮增持中國股票，而響中國政策支持強勁科技不斷咁突破嘅背景之下，高盛相信今次中國股票市場嘅漲勢將會比舊年9月份更加為之持久。高盛最新嘅研究報告就認為，中國股市迎嚟咗歷史上最佳嘅開年表現。如果政策落地同埋盈利改善逐步咁兌現，中國市場上行嘅空間依然可以期待中國公布嘅2月份 CPI 同埋 PPI 數據。2月份 CPI 環比下降 0.2%， 同比嘅話下降 0.7%， PPI 就環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2%。 中國國家統計局話2月份嘅 CPI 同比由升轉為跌嘅原因係因為春節嘅時候裁員，導致到舊年同期嘅對比嘅基數係比較高。根據高盛嘅報告，全球對沖基金連續第4周減持中國股票，表明投資者對於中國科技股嘅熱情喺度減退緊。之前由於低成本嘅人工智慧初創公司 DeepSeek 嘅崛起，中國科技股曾經一度咁受到追捧，直至到3月6號嘅一個星期之內，基金增加咗做空額度，並且減少咗多頭嘅倉位。高盛指出，自2月中旬以嚟，對沖基金已經改變咗方向。響今次嘅改變之前，中國曾經係對沖基金客戶響全球範圍之內最大嘅買入目標。呢個趨勢主要受到 DeepSeek 崛起嘅推動。根據高盛嘅估計，今年到目前為止嘅資金流向已經趨向於平衡。表現之前由 DeepSeek 所引發嘅對於中國科技股嘅投資熱潮已經趨向於平穩。星期一 A 股三大指數震動調整，收盤嘅時候上海指數跌咗 0.19%， 報3366點。市場超過3200億股票係上升嘅，滬深兩市嘅成交額去到 1.51萬億元。預計後續嘅政策落地將會有所加快，政策持續咁落發力，將會帶嚟國內宏觀環境嘅逐漸嘅向好，基本面面對市場嘅驅動力亦都會增加。相信國內嘅逐漸嘅向好，美國經濟下行嘅跡象逐漸咁明顯，疊加橫向對比之下，人民幣資產嘅估值相對不高，人民幣資產對全球配置資金吸引力亦都逐步咁增加。星期一港股三大指數低開低走，收盤嘅時候恒生指數跌咗 1.85%， 報23,783點。南向資金單日嘅淨買入超過咗290億港元，創歷史新高。向資金嘅流向嚟睇，本輪嘅港股行情主要係由南向資金所推動，外資亦都向階段性嘅回流，未來或者係有流入嘅空間。中金認為港股當前嘅估值仍然處於歷史嘅區間嘅較低水準，繼續咁維持短期嘅恒生指數23,000點到24,000點，樂觀情緒嘅話會去到25,000點。星期一美股三大指數低開低走，道瓊斯工業平均跌咗890點，報41,911點，納斯達克跌咗4%，標普500指數跌咗 2.8%， 中國金融指數跌咗 3.59%。 美國經濟衰退嘅風險上升，引發咗市場嚴重嘅擔憂。有分析師用星期一嘅時候報告警示，美國之中嘅擔憂越演越烈，關稅政策同埋經濟嘅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標普500指數走弱。如果 GDP 增速降到 1.5% 以下嘅話，而核心 PCE 通脹超過 3%， 指數就有可能標普跌到5200點嘅悲觀情景，即係話
比當前嘅水準下降約1成。高盛下調咗2025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嘅增長預期中，美國 GDP 嘅增長預期響年初嘅2.4%下調去到1.7%，今朝嘅更正嘅狀況。尋日星期一，上海證要跌咗6點，收於3366點；香港恒生指數跌到447點，收於23,783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890點，報41,911點。美元沖人民幣離岸價報7.255搶1美元，紐約黃金報2,892.49美元，一盎司紐約原油報65.91美元一桶。美國10年期國債收率報4.214。香港恒德綜合財經頻道，我哋嘅理財風格則停步冇助力，家庭保障投資理財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祝你事業運轉，鴻運當頭。